虽讲这高铁转运站是高铁代替捷运做伙，不过这高铁甲捷运着无通道相接，真无利便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初时去到转运站会勘，也宣布讲这高铁转运站甲高雄捷运的通道相接一定要来做，也按算明年3月动工。 民众坐高铁来到转运站，若是要换捷运，因为两边无做相连的通道，就爱先起来2楼车头大厅，搁行出来车头外口，坐电扶梯落去地下坐捷运，安尼爬上爬落，若是行李够大包细包，对民众来讲是真无利便。应该是看个人吧，如果年轻人是无妨，那如果便利的话是老年还有幼儿。 只是或是说行李带很多的人，当然是很便利。其实当初在去高铁转运站时，就按算高一个连通道空间。不过因为高铁新完工，这运局一直无法度确定相连通道要做安怎，所以才会无甲代替同款同齐做好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初时来转运站会勘，也当场答应，高一个连通道一定会做。目前按算明年3月动工。搭乘捷运直接来到高铁站，就可以透过捷运下面的连通道直接进来到高铁站。 不用再到上面的楼层再下。部长亲自宣布，预计明年3月动工。未来对高雄有3大指标意义：第一，带动演唱会经济效益；第二，民众转乘运输更方便；第三，人才疏散更安全。未来工程会伫高铁月台做电扶梯，对地下1楼通去高捷车头。高铁公司表示，因为会影响到高铁的正常营运，每一座月台的时间有限，工期可能会拖到3年。目前也搁伫咧规划阶段，会尽量来缩短工时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